这多少组要对上这个上面的吗？曲啊？多长？1分钟、2分钟。哦，随便，反正弹到哪里停就是。好的。啊？1、2、3，有点快一点，可以弹的快一点的，刚才的那个。快点。刚才的那个。可以。我弹一小段吧。一小段。很快。啊？要弹什么很快？随便。啊。5秒很快，原来是。啊，好听吗？好听。他弹到非常。弹什么？随便。反正要很快的。